想由零開始入手加密貨幣？第一步，下載 Bitget App， 好快。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尋 Bitget， 跟住安裝。打開 Bitget App 之後，去到註冊頁面，呢度記得入我嘅迎新推薦碼，註冊即享50%交易手續費減免同額外新人獎金，唔記得唔好錯過啊！跟住輸入你嘅電郵地址同設定登入密碼，記住密碼要定期更換啊！登記完會收 email 驗證碼，快啲填返入去完成驗證。之後會有簡單嘅拼圖驗證，幫平台辨別你無係機械人，拖拖滑快就搞掂，非常易，註冊就完成咗大半啦。最後一步，記得完成 KYC 身份認證，全張身份證同自拍認證，確保你賬戶更安全，一來可以提領，一來可以領多啲活動獎金。全部搞掂之後，就可以去 Bitget 嘅充值頁面，跟住指示入金，咁你就可以正式開始交易同賺取更多獎勵啦。用推薦碼註冊仲可以睇埋手續費表，比起其他交易所 Bitget 更加平，長遠交易慳多好多挑地，快啲行動啦！Bitget 等緊你。